上帝啊，我一心感谢你，我伫正神面前学了你，我面向你的圣所跪拜，我学了你的名，因为你信实有不变的听，你显明你的名甲应允超过一切。咱即时作为起立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3首，耶和华唱新歌。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宇宙中独一真的上帝，你也是人类唯一的救赎。阮感谢上帝赏赐人类你独一的圣子耶稣基督。为着人类受定伫十字架顶，成做阮世间人的救赎，同时也通过你的大宽怜，互耶稣基督对死过活，互阮正受恩的囝儿，通过你的救赎来得到新的活命，互阮重新甲爸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互阮不但得到永远的活命，也有机会参与伫上帝你永远的计划，成做上帝你所启动的器皿，参与起造新的天地。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赏赐阮众人丰丰富富的恩典，永远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所以，阮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乐入你的院。我要为着今仔日来领受洗礼、献信礼。幼儿洗礼20几位的兄弟姊妹来感谢你的恩典，互因对咱开始会通进入主你圣的国度，信心哪加添，互爸上帝甲众人对因的听也哪加添，充满喜乐来奔走天路，成做合上帝心意的人。祝愿伫顶礼拜迎子过活节。互阮真做甲主同死，佮同过活的人，阮也要准备心来迎接五旬节圣神的降临。互阮众人不但有活命，过活的活命，佮较有经历着圣神充满。互阮不但活出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佮较有圣神恩赐佮力量。求主互阮众人通过敬拜佮主，成做一体，结出圣神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吞忍、温足、良善、信实、温柔佮站杂。要阮领受圣神的恩赐，成做为了主做见证、传福音的门徒，熬施舍奉献，熬怜悯人、帮助人，实实在在顶头生的基督徒。愿主圣神只是甲阮同在，互阮众人成做有属灵的智慧甲恩赐的人，备办好来服侍众人。阮也要恳求圣神的大能力。灌入伫蔡正道主的牧师的心上，互伊勇敢壮胆，传讲主的信息无有脱节，满有主你所赏赐的权柄，将福音的真理开帖明白，互众人活倒转，离开罪恶，入伫光明。主啊，现今这个世代比以前更较黑暗，因为主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台湾人得到真实的民主甲自由，成做有尊严的台湾人，受到全世界的欣赏甲喜爱。总是阮也陷入无共进的黑暗的中间，阮的社会渐渐走向不公不义、无有是非，充满着受害者的心结。因为贪财双手所揽的，毋是民主自由、人权价值。反正无看未来可能陷入中共集权统治的风险，恳求上主怜悯，互你的光照伫台湾这个土地，互台湾人紧紧脱离黑暗，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甲上帝永远的活命有份。互阮每一个人紧紧来领受。亲像君王有尊严的祭司的身份，保守阮无跌到陷入黑暗的国度，互阮真做不但得到活命，得到国外的活命，佫是领受圣神、充满甲能力的基督徒。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做伙来祈祷。阮伫恁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地人进入日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因为阮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全灭去，也叫阮快乐歹因为国、权、荣、永远拢是你所有，大家无尽。咱继续用启应来回应上帝的听。咱的经文伫第13篇，伫圣诗后面，启应第13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定。你甲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舌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
有你黄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有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是咱个起入来做为吟诗，而乐上帝。圣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起立。请坐。赞美，那么请本堂的圣乐队，你要吟的诗是尊贵的羊歌。天空一色，云更越过，是。
愿一切荣光甲赞美归伫三位一体的上帝。咱即时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所读的是伫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到11节。罗马书第6章第3节，恁一定知咱受洗甲基督耶稣合做一体，也是受洗甲伊做伙定死。通过洗礼，咱已经甲伊同归伫死，做伙埋葬。亲像天父用伊的荣耀的大能力，互基督对死人中高活，咱相反也要过着新的生活。如果咱甲基督合做一体，经历伊的死，咱相反也要经历伊的高活。咱知咱会旧的家己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为着是要拆毁有罪的自我，互咱无搁做罪的奴隶。因为人死就脱离罪的权柄。如果咱甲基督做伙死，咱也深信咱要甲基督做伙来活，因为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个活，伊无搁再死，死也无搁再控制伊。伊的死是甲罪决裂，一遍就当完成所有的功劳。伊现在活着是为了上帝来活，相反，对罪这方面来讲，恁也着将家己当作已经死，总是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恁是为上帝来活。愿上帝的话刻了伫咱正人的心内，成做咱一生军队主脚步的帮站。今早起。信息，那么请主牧师、蔡牧师来传讲洗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举行圣礼典来洗礼，到底什么会是圣礼典？伊甲咱的信仰有啥物款的关系？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所读的经文，甲大家来思考洗礼的意义。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静静伫你的面前，听候你的话。恳求主，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也帮助阮会通照你的心意来行，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阮安尼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举行圣礼典。圣礼典是教会生活中间真重要的一个宗教礼典。伫天主教会内底，有将洗礼、圣餐、捐赠、告解、结婚、受圣职，甲为病人抹油这7项代志，称作天主教会的7项圣事。但是咱来明白检查。伫即个天主教会中间，即7项圣事有哪有分做比较较重要，比较较次要的，所以毋是每一项圣事拢有相款的价值甲重要性。伫天主教会中间，即个7项圣事的头前3项就是洗礼、圣餐甲捐赠，被看作是主要的圣事，佫称作入门的圣事，意思是讲。一个人，伊要接受基督信仰，然后进入教会生活中间，这3项圣事是有直接的关系。这3项圣事中间的洗礼甲圣餐，是宗教改革运动了后所产生的路德宗，也是讲改革宗，就是譬如讲咱长老宗，就是改革宗的教会。咱将这2项圣事，就是洗礼甲圣餐。看作教会的圣礼典，所以咱的教会只有2个圣礼典，就是圣餐甲洗礼。关于圣餐的意义，牧师伫即个受难周的圣餐礼拜中间有分享到，所以咱今日要透过保罗伊所讲的来看洗礼
即件甲信仰有非常深的关系的教会礼仪，互咱伫每一遍咧参与洗礼的过程中间，会当深深理解为什么教会要将洗礼看作是介重要的圣礼典。洗礼即个字吼，伫希腊文的中间，当时有洗，有浸两种意义啦吼。所以长期以来，引起真侪无共款的教派、无共款的教会有神学上的辩论。有一寡教会啊，譬如讲浸信会，伊认为浸礼才有功效；啊，有一寡教会，譬如讲长老会，伊认为滴水礼已经会当代表洗礼意义。甚至有一寡教会认为讲，毋是甘单浸礼吼，会使尔，爱伫即个流动的水吼，就是讲水有流的，比如溪流啊，还是海内底洗礼才有功效。其实咱若对信仰来反省，咱理解洗礼其实重要，毋是在伫水量的多少啦，吼。咱较普通，咱咧洗头、洗身躯无共款，毋是讲要洗迄个外表的清气。其实洗礼较重要的是伊信仰的内涵啊，所以咱来理解。所以每一遍咱咧参与圣礼、参与洗礼的过程中间，咱来理解洗礼真实的信仰意义。但是首先，咱先来看洗礼的圣经的根据。到底圣经中间有记载洗礼？咱若详细来看福音书，比如讲，咱若看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4节，伊就提起着行洗礼约翰，伊伫旷野内底出现，伊替人洗礼。但是咱注意看伊洗礼咧宣讲的时候，伊安怎宣讲？伊宣讲的信息是讲，恁爱悔改。接受洗礼，上帝就赦免恁的罪。所以要接受洗礼，进前爱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爱会晓认罪，爱会晓悔改，知影家己本身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要来接受洗礼。这个洗礼就是用水洗来表达一个人的悔改。咱伫圣经中间嘛看见着行洗礼约翰，伊继续讲，伊讲。伊用水行洗礼，但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要用圣神来行洗礼。暗示伊了后，耶稣基督的出现，会带来更较有功效的洗礼，就是圣神的洗礼。咱伫马太福音书第28章的19节，咱看见着各位耶稣基督安尼命令咱，伊讲：所以恁爱去，互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所以耶稣基督爱教会用洗礼做互人归向耶稣、加做门徒的一个真重要的要件。所以洗礼有确实的圣经的根据。那安尼，到底为什么爱洗礼？其实咱来理解，圣经一再互咱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如果人悔改。上帝要拯救每一个悔改的人，人只要悔改，回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意爱施行拯救。所以，诚做上帝教会，咱来做见证，就是爱互来到教会人有悔改的心。教会要传的福音，就是互人知罪，会当悔改的信息。所以，有的人在读圣经的过程中间，可能对圣经会有淡薄误解，认为洗礼无遐尼重要。比如讲，咱若去读着保罗所讲的这段经文，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17节，伊讲：基督差遣我，毋是为着行洗礼，是爱我传福音，无用智慧的言论，免得基督伫十字架顶会死，失去效力。所以有的人引用这段讲啊，洗礼其实毋是真重要，传福音较重要。到底是洗礼较重要，还是传福音较重要？其实两项拢真重要。保罗为什么会写这段经文？毋是讲洗礼无重要，保罗是咧讲伊的职分。伊讲伊的职分，伊受调是为着要传福音，因为真清楚，如果一个人若毋知影福音，毋知影家己是罪人，毋知影家己爱悔改，
伊嘛袂来洗礼，所以爱有先传福音，互人认罪悔改了，洗礼会当带来功效。而且洗礼了，洗礼，毋是一个结束，所以牧师要在座今仔日要接受洗礼的人讲，洗礼毋是一个结束，洗礼反倒是一个开始，需要伫教会生活中间被牧养，继续，互咱的生命会当哪来哪圣洁。所以毋是讲传福音较重要，洗礼较无重要，是有的人爱做传福音的工作，有的人爱做洗礼、爱做牧养的工作。嘛有人安尼讲牧师啊，拯救的主权是在伫上帝，无在伫洗礼的即个仪式，听起来较像无毋对，但是咱有爱明白，有的人认为讲啊，既然拯救的主权在伫上帝，安尼有接受洗礼无接受洗礼较有要紧的，其实咱毋通误解，为什么拯救的主权是在伫上帝？咱犹原爱接受洗礼，因为洗礼其实是一个信仰的告别，所表达的就是咱信心的交托。洗礼那亲像祈祷同款，咱祈祷成就是在伫上帝嘛，毋是在伫祈祷的人。但是祈祷的人诚心照上帝旨意来求，上帝就应允。袂当因为讲成就在伫上帝，所以祈祷的人就毋免求。相反，洗礼嘛是安尼。救恩的成就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咱愿意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咱的信仰，来接受上帝所授予咱的恩典。所以咱来真实去明白洗礼的信仰意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真重要的洗礼的信仰意义。第一项就是洗礼其实是代表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罪得到洗清去，得到上帝赦免的记号。咱看见到圣经中间，使徒行传安尼记载：第5旬节的时阵，彼得对众人讲：讲恁每一项拢爱悔改，而且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通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恁就会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圣神。这段经文甲咱讲真重要的几项要件。第一，要接受洗礼的人爱悔改，爱认罪，知影家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然后爱接受洗礼，来成做咱罪得到赦免的一个记号。了后，上帝就赏赐圣神内住伫咱心中，来帮助咱。所以，咱等下来看洗礼，咱就明白洗礼有一个真重要的问答。牧师会问这些要受洗礼的人，讲你敢有诚心悔改认罪，而且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无？这个要受洗礼的人回应，讲是我愿意，表示讲伊承认家己是罪人，需要救恩，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互咱的罪完全得到洗清去，罪得到赦免。所以悔改认罪，而且接受洗礼，靠着圣神的帮助咱，洗清去咱所有的罪，这是洗礼的第一项意义。第二项，洗礼其实真重要的，是代表咱爱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死，也爱甲伊同过活。怎么会是甲主、甲基督同死同过活呢？咱来详细来看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伫罗马书的第6章第30到31节。这段是咧强调洗礼是甲主耶稣基督结连，去经验主耶稣基督的死，而且甲伊个同过活。所以第一个意义就是，咱借着洗礼，表明咱愿意甲主同死。这是什么款的意思？咱来看保罗安尼讲，讲你一定知，咱受洗礼甲基督合做一，也就是受洗礼甲伊同死。借着洗礼，咱已经甲伊同归伫死，做伙埋葬。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呢？保罗惊咱无清楚，所以继续说明，讲咱知，咱的旧的咱，旧的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为着
拆毁罪性的自我，互咱无搁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人死就脱离罪的权势。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洗礼其实是帮助咱将迄个旧的咱、迄个性情无好的、迄个有罪的咱，来定死伫十字架，互咱会当甲旧的咱个别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咱看见着第二项，除了甲旧的咱个别，或者旧的咱钉伫十字架顶以外，咱来开始活出新的生命。拄啊，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如果咱若甲基督同死，咱信，咱也要甲基督同过活。因为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过活，伊无搁再死，死也袂当控制伊。伊的死是即句话吼，是甲罪决绝一句来完成全部的功劳。意思讲，耶稣基督的死吼，将死亡的权势一尽拢消除，完成这款的功劳。现在伊活的是为着上帝来活。相反，对罪这方面来讲，你乃将家己当作是死，但是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恁是为着上帝来活。所以意思讲，咱将旧的咱钉死伫十字架顶，咱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一个人悔改了后，因为洗礼除去过去一切，来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要活出新的生命，靠家己的力量完全无法度，咱只有靠圣神的力量，互咱一步一步会当正圣佮称义。咱来理解，水的洗礼是外在因素，圣神是洗礼的内在因素。所以水洗只是洗礼的表面，真正洗清起人的心的是圣神。所以咱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上帝的神，唔单单清起家己，而且咱会当一步一步正圣称义。正圣称义意思是讲，咱分别出来归伫上帝，而且甲上帝保持一个合一的团契，合一的关系。这也应验行洗礼约翰所讲的，基督要用圣神来行洗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着这段经文讲，如今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借着咱上帝的神已经洗清去，正圣称义。所以咱分别出来归伫上帝，甲上帝保持一个合一的团契，这是洗礼真重要的意义。甲主同死，甲主同活，靠着圣神的帮助，正圣称义。而且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见证是咱看见到这张相片是咱伫长老教会真重要的一个牧者，伊对长老教会对台湾的前途有真大影响的黄武东牧师。黄武东牧师伊原本底是无信主的，伊甲伊的养父因的这个家庭原本底是无信主的，但是因带因厝里信主的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老兄弟。黄武东牧师于家己的自传中间，伊的回忆录内底，伊安尼写，讲伊的皮包内底永远拢有藏一张相片。这张相片就是这个人。咱看这外表真严肃，看起来真歹的一个人叫做李怪。伊讲这个人对因家庭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这个人伊原本底是做啥物货？伊原本底是做土匪毋是做流氓尔，伊是做土匪伊讲伫日本还未来统治台湾之前伊是安尼杀人放火，啥物歹代志拢做。日本人来台湾了后，伊有缘不务正业只是毋敢杀人放火但是平常时嘛是拢伫这地方内底是大流氓啦因为黄武东牧师伊的老爸的厝是咧开柑仔店的所以这个李怪常常去伊的柑仔店毋是去交关是去摕物件啦摕了也将来毋捌付钱，就白食白啉就对啦摕了
因为伊是土匪嘛，所以无人敢来讲啥物话吼，只好安尼互伊摕吼。但是有一天吼，这李怪过来因厝里，将伊需要的物件摕去吼。即边吼毋是摕了就走吼，却摕去迄个柜台吼，爱即个黄武东牧师因老爸吼来算账吼，来结账。然后伊佫对伊讲吼，我知影我过去伫遮吼白食白啉吼，毋知摕偌济啦吼。你若有记账吼，你着帮我清一下吼，我所有拢要来还清这我的小债务啦吼。伊一直强调讲，我欠偌济吼，我来摕偌济，我着要还偌济。这黄武东牧师因老爸听着了，感觉真奇怪吼。讲奇怪，这个过去是土匪的这个李怪吼，即摆开即边开无相共啊吼。伊着甲伊算小了吼，伊着出去吼。出去了，伊就开始探听讲，这个人较有啥物款的改变？我甲讲，人咧讲的讲，这个人吼已经性情完全改变啦吼。而且开始伫迄个咧做事吼，毋干那种菜，佮种真侪水果吼。平时收成了这水果，佮会摕出来市场内底去卖。但是有一件代志吼，大家有观察到，若到拜六吼，甲礼拜，伊就无出来做生意，就走去迄个庙埕，走去迄个菜市啊。去传道理，伊讲伊已经信耶稣啊，且搁一遍吼，这李怪来伊的柑仔店交关的时阵吼，牧师的老爸来讲吼，我听讲你去信耶稣，我来讲吼，拜这番仔教吼是大不好啦吼，所以你千万毋通信。但是李怪来讲，你对这个代志你毋知，你毋通安尼黑白讲吼。信耶稣吼，毋是番仔教，更加毋是大不好。耶稣是教咱，信耶稣是教咱爱敬拜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而且圣经中间，佮教示人爱孝敬父母，袂当偷摕，爱行好，所有欠的孝拢爱还。所以你看，我较来你这店吼，来还孝。伊讲了吼，就引起这个牧师因老爸的好奇吼，就决定偷偷看伊到底咧做啥物货。后来看见伊礼拜的时阵吼，拢会去教会内底礼拜。就试看嘛，讲奇怪，到底是啥物款的信仰吼，会当产生即款的力量，互这个人完全变一个无共款的人。过去是土匪，即马家己讨趁，佫真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伊就讲无你咧，一边伊来交关的时候，伊就讲无你带我去教会看卖。伊就对因去礼拜，后来伊嘛带全家吼，拢归于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想看卖，一个捌做过土匪的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伊的整个人生完全改变。伊是活出一个新的家己，新的我，出现伫众人面前。这种快乐，真真正正就是福音的力量。因为别人看到这人的改变，会欣赏这款的改变，这款的力量。咱看见到李怪先生，因带黄牧师因全家来信靠上帝，互因这个家庭得到真大的祝福。毋干那安尼，咱台湾的教会，咱台湾的社会，也因为伊来得到这么大的祝福。这就是正讲的传福音嘛。真真正正的传福音，毋是干那用嘴讲尔，是用咱的性命为着主来见证，归荣光给上帝。这是洗礼的第二项意义。第三项，伫洗礼了后，咱就成做主来的肢体。圣经安尼讲，恁受洗礼甲基督合做一，拄啊亲像基督，有伊的性命，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做奴才也是自由人，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因拢成做一体。所以咱来理解，当一个人接受洗礼了，伊就成做教会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咱伫教会中间，咱拢互相称兄弟姊妹，因为咱是一家人。咱伫这个家庭中间，
会当互相扶持，三体关怀大道，互咱伫即个世间的日子，会当有人陪伴咱奔走天路。这是行洗礼真重要，接受洗礼真重要一个意义。等下咱看见着即要受洗礼的兄弟姊妹，伊咧受洗礼的时阵，牧师拢会请大家起立。牧师会讲：我奉主、奉爸囝圣神的名，带你行洗礼。大家爱当心讲安那，讲阿门。意思是讲，我参与伫即个见证，我担对即个兄弟、对即个姊妹的性命，我会负责任，因为伊是我大家庭中间的一份子。亲爱兄弟姊妹，今仔牧师甲大家分享洗礼的信仰意义。希望咱记牢，咱捌伫上帝面前立约。牧师也要劝勉伫咱中间，也咧丢毒，也咧犹豫，也咧听候的这兄弟姊妹，赶紧来决定你的心志，来接受透过洗礼来接受主耶稣基督要互你的恩典。透过安尼，新的生命伫你的生命中间展现，会为你的家庭带来真大真大的祝福。愿上帝亲自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阮等下也要举行圣礼典洗礼，来见证真侪兄弟姊妹因的信仰改变。阮求主你透过这个圣礼典，搁一遍将你的救恩施落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个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拢会当领受你大的恩典。阮求主你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起立来吟诗，阿乐上帝，也备办心来进行洗礼的典礼。请咱做来吟圣诗第212首。咱人既然带罪出世，请起立。请坐。咱要继续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伫还未奉献的大声，我要请列位兄弟，然后第一遍来到上林教会，你还未填内宾留名卡的，请你伫座位的头前摕迄个留名卡，填好交互收奉献的执事，咱做伙来奉献。
做伙起立来感谢。主啊，阮既然出世入生，有过我的活命，愿主你重用阮每一个人，正做活祭，献伫你的面前。阮所献的，求主感纳，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要请主牧师来主持圣礼典。咱这是要来举行圣礼典洗礼，所以请要接受圣礼洗礼的10位兄弟姊妹来到头前。好，咱得到帮赞是瓦克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也未就天的特性，伊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圣经中间记载，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众人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搁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当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个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个时阵，请会众起立。
也塞头前吼，啊，不要紧，来，我来，可以吼，来，来。本王清芳，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王章琼仙，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赵志玲，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李一如，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龙美月，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邓秀月，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咱请男士来头前吼，来头前，来头前，哎。方建伟，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王宪礼，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林振龙，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赵公月，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大恁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官兵来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遮尔大的稳定，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用你的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将你的恩典赏赐因，互因会当结连伫基督来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因，互因会当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厅内底。佮互因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你，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会众请坐。咱这时阵要请咱的小会员，甲所有牧师来握手来欢迎受洗礼。上帝赐福你，平安平安。
秀月，这是你的，哎，上帝赐福。好，咱鼓掌哈。咱请伊转过头哈，转过头，我出来干小姐。这个时阵牧师来介绍哈，咱若请伊的亲戚朋友啊，甲小组员吼，甲教会内底朋友吼，会当起立吼，然后咱大家做伙来欢喜吼。第一位是饭王清香吼，后壁面是伊的后生吼，方建伟吼。第二位是王张琼仙，后壁面是叶先生吼，王宪礼吼。因两位来教会已经足久啊吼，有30档啊吼，吼，20-30档较犀利吼，感谢主，感谢主吼。做大的稳定吼，做大的稳定。来过是赵之琳，来过是李怡如哈。来过是龙美月。来过是咱的盲朋友郑秀月，好，后壁这是林正荣，来赵公月，好，好妈妈哈，好，咱请您先回座哈。愿上帝亲自赐福。接下来，咱来请建信礼以及信用个别的这兄弟姊妹。咱中间徛伫咱的头前的，就是伫细汉已经接受过洗礼，或者是伫北京教会已经接受过成人的洗礼，那要咧转来咱的教会，吼，所以因要个别因的信仰来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这时阵，牧师对恁讲，所听的这个姊妹，恁伫细汉的时阵已经接受过洗礼。或者是伫北京教会、伫外教派已经接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成做伊的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恁长成，当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恁父母，或者是恁过去所做的个别，来献家己互伊，也重新誓约，要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安尼讲：既若伫伊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天灵的爸的面前认伊。所以我劝勉恁，就告别恁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心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你信徒的本分。恁有愿意要安尼做也无？
这时阵牧师要来宣告：你已经受洗礼来告白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来接落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建立你的教会伫地面上，阁有应允保守伊到落尾。主，阮感谢你，对你遮个伫囝儿，伫你面前的囝儿甲查某囝所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你的教会会当接纳因就近上帝的快乐。主啊，阮感谢你，因为对因的洗礼，你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阮感谢你，因为因所得到的信仰的培养，家己因的生活得到好的感化。愿恳求你赦免因一切的罪过，因只是愿意奉献因家己，互你，求你，互你的恩典来接纳因。当因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基督的身躯甲血时，求你帮助因会倚靠主的疼，来有份伫主的恩典。愿恳求你用你的能力来保守因，互因永远属伫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时要请小会员来握手欢迎因。来介绍一下哈，咱今日接受更新的是王慧玉姐妹哈，是盲朋友，咱拍好来过来哈。来个是林美淑，好，伊是信用哥辈哈。来个是张信如哈。过来是周新华。好，我兄弟请主祝福，好，请你们回座哈。这时咱们进行小礼洗礼，好，请这老爸老母带恁的细囝来到上帝面前。
好，往中间哈，往中间一点哈，来，往中间一点哈。咱看见着马可福音书所记载，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蒙因。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急因，因为上帝国是适合人的。我实实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耶稣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会好的。上帝用洗礼来带因做上帝厝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咱看见着这个父母带因的细囝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恁的细囝要接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用基督较好的行为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有约要安尼行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这个约，这时阵请会众起立。陈牧灵，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赵若曦，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云轩哈，张云轩，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黄药师，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赖陈弟，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傅晨曦，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那我即时来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为陪参会员，来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但这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作证，也分摊责任来培养因，直到领受更新的。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支持上帝，愿恳求你保守看顾，徛伫你面前这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智慧若加天，上帝甲人若听因。愿恳求你将天顶的福气稳定，丰丰富富赏赐因，因带因通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到时互因家己的个别家己的信仰会坚持到落尾。亲爱的主，你的圣囝伫拿撒勒。嘛捌有份伫属即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这细囝的父母，以及所有照顾因的人，有智慧甲温柔，
福音伫你的听的内面来成长。愿你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我叔向你们请向后转啊，还有一个礼物要赠送给你们，好，来，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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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好，拿好，拿好，哎，哎。牧师来介绍第一是陈木林是佳琪甲林怡的囡仔阮爸爸伊呢小做完佳琪是咱教会同工啦咱特别替伊祈祷。来，若曦爸爸妈妈是木明甲婷怡那个阿公阿嬷云轩玉硕甲杰彤你是 EM 英文部区来佑熙陈弟陈弟妈妈嘛进来说咧陈曦陈曦妈妈嘛进来说咧请回座请回座。这是来报告几项事项伫第4啊集体关怀。第一点，本会会友邱荣志兄弟的老母邱陈淑清姊妹，伫4月21号安歇，定伫5月初7后礼拜2上午9点伫桃园市立殡仪馆。10点。拢是10点伫桃园的市立殡仪馆敬德厅举行告别式，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项要恭喜本会会友刘宗汉兄弟、刘建良长老的囝，甲郭家平姊妹要伫5月初4本礼拜6下晡3点伫本会10老礼拜堂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因全家。第3，敬老的旅游伫5月14礼拜2，地点伫宜兰望龙比宜兰博物馆。费用65岁以上，每一个人300块；其他若有人要参加的人，爱交800块。届满是80个人，所以请向美仙干事来报名。这是要说说，请牧师来牧养代祷。大家平安。我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这有一对夫妇是蓝光宙甲张芳英，这对夫妇，我们来坐伫倒位？好，坐伫后壁面欢迎，欢迎第3位是林婉莹，第4位是林雅莹都是这郑龙弟兄的查某囝欢迎。下一位是高明全先生，最后一位是蔡子芳。后壁面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
兄弟姊妹吼，咱有看到真侪遮个受洗礼遮个兄弟姊妹因的亲人啦吼，咁咱请你拢起立吼，阮来恁欢迎吼。咱今日受洗礼遮个亲人朋友吼。请坐哈。咱今日真欢喜有遮尔侪兄弟姊妹来接受洗礼吼，咱教会该搁较拍拼吼。尽力去传福音，互更较侪人得到即个救赎的恩典。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的面前，阮敬拜你，听你的话，也见证真侪人信仰的个别。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因为参与今仔日的礼拜来领受主的祝福。阮特别将遮个新朋友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带领。无论因伫台湾或者是国外，出入拢得到平安，也互所有兄弟姊妹，互阮的身心肉体拢得到主的看顾。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上言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密岛社温将受差遣。